今日要同大家示範一下卸甲的方法。把手抱在溫熱的水中，取出抹乾，也可以在洗澡後操作。首先是卸除果凍貼的穿戴甲，取出骨木棒，從指甲的邊緣插入，上下左右搖動直至鬆脫。果凍膠的卸除是最快捷的，而且甲片也沒有任何損害，可以重複使用。如甲面有魚膠，再清理一下。再來是固態貼片膠的卸除方法。用吉木棒在指緣邊鑽出小洞，在空洞處噴上除膠噴霧，讓噴霧從空隙中進入。重複以上步驟，直至甲片脫落。再來是使用解膠劑卸除固態貼片膠的穿戴甲，用吉木棒在指緣邊鑽出小洞，在空洞處噴上除膠劑，讓除膠劑從空隙中進入。重複以上步驟，直至甲片脫落。最後是使用小米膠專用除膠劑，卸除小米膠穿戴甲，用吉木棒在指緣邊鑽出小洞，在空洞處滴入除膠劑，讓除膠劑從空隙中進入。重複以上步驟，直至甲片脫落。除膠劑卸除時間較長，相對地穿戴甲維持的時間也越長。除了果凍膠以外，幾乎都損毀不能重用，可根據個人情況去選擇適用的方法。關注、點讚、分享係對我嘅支持。今日嘅影片就分享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再傾啊！